云林乐景工业区内面的卖料电厂有3座轻涂炭机组，按算伫咧2025年会转型做轻天然气的。在地民工团体虽然肯定这款的做法，不过也讲到这台塑的石化三厂，还佫有16座气电共生的机组，轻涂炭的量差不多是台中火力发电厂的2/3，因要呼吁经济部就要赶紧处理。 云林县乐庆工业区烟筒的烟是庆真大，附近居民是真烦恼。乐庆19座发电机组内面，卖料发电厂有承诺3部小土炭机组会伫2025年转型做小天然气。不过，另外台塑石化3厂的16座气电共生机组是也无计划。煤改气，那我们是肯定这样的方向，但是我们也同时发现说，它只有申请说3个机组，6000里面。 有16个哦，还有16个，3个之外还有16个机组，那为什么只提3个？这么多年，原来我们才知道，这个麦寮6000有一个将近超越中火，这个麦寮气电以及16座气电共生厂就在这里。民团指出，台塑16座气电共生机组小土炭的量，差不多是台中火力发电厂2/3的量。在场的立委嘛表示，应该要积极减碳，除了会使提升产业的竞争能力，嘛是企业负起社会责任的表现。长期当然希望它能够一一把这个汰换。那在政府方面，目前我们对于所谓燃煤锅炉的使用，那环保署也有订定加严的管制标准。林管局讲，目前对这16部气电共生机组是用鼓励的态度，无强制要求换掉，但是排放的标准会当年提悬，业者若是无要换，就要想办法来符合愈来愈严格的标准。记者郭北君、张水台北报道。